母娘娘也亲生王勇的子女长勉强答应，可是娘娘的脾气雷厉风严，失身锐身，把罗大生呢离后宅们赋予一个偏地了。现在辰光没挨着，你想对得登做辉煌，当中皇帝皇位手下两旁边公务他给来得了叫再再细细，内当中的孙俪潘金人来得了是毕恭毕敬。皇帝这面孔是撇撇白，不走来嘛盯来是娘娘的浪口，对你妈妈这个有啥身位呢？啊，等待侬反应喊上来呢门里，这张妹妹子也是那些啊。倘若你为大讲自家用不上第二句闲话推出去，上母娘娘是胸有神作，来的是今在圣王用自家，也让那皇帝亲信是真。通过这个桩事体，也哈哈且冲冲那皇帝，让那可以男子轻杀轻杀。今朝再节日大约是送礼，这个一只还到皇宫里发生啥个事体？办理的我嫂子潘金人一打听方式晓得，一定要等妹闯下大祸，不出自家手里。搿点等妹实在是自家最欢喜的学生子王勇手下。哎呀，看上去真叫事体太异。搿么呢，凭自家的劳命，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报上一报。他给王朗喊一声：“杀！万岁有旨，把人犯押上殿来啦！”走走，哗啦啦啦啦啦，清查查啦！孙大云仪不理解呢，心情神容是太不爱。想不到我一定等妹唱上岸头一个后，看上去织女长这个人，心底还只水多多啦，根本不像先生新郎相是不是呀？是一位玉大明君，看上去竟然我凶斗结实。唉，事体到这个地步，随便吧。上来两个侍卫猛整理几个郎相，一打么黑一声：“皇上皇后在上，还不快跪下！”是，哦，擦啦！哦哟，娘娘一口不得脸，阿上来这个犯人浑身隐居，来，上，将他的隐居失去。上，追过来里头吹一吹他，忙真不必，擦啦！呼哟，下跪者，心生名岁。小名姓王，名勇，哪里生事？浙东浦江。浙东浦江，王勇。哎呀，这个名字熟口。我听宋礼了那皇帝们的提起些过个问。浙东浦江，王勇。是。那么你可非是大约是宋礼的门生么？别，说起要一顿。师兄再三交代个，万一进宫随身，千万不能够暴露得先生师兄这个一层关系，说起只怕要千里里多。咁呢，少让我撇清。咁么王勇啊，你想一想了再说呢？哎呀，平常一片小心海关的许多都讲，但是不假思索，脱口而出。哎呀，娘娘千岁，小民并不是恩师大人的门生呐。啊，这非门生，何来恩师你？斗明智，斗明智。也是的，我不是你学生子哪叫你恩师都不认个呢？别活了，本人要叫我许多对，我实在有点到头有点那个哇。这个读书人家看上去10句话分学会的嘞，对不出来对潘金神口口。哎，万一你都是师弟兄啊，你老早晓得个这话。潘金人是这个，你咋斗名到头呀？说得怪叫你反抗，你哪会不当事招的呢？唉，不过今朝东家门门的让门王勇，今朝甚至让身后潘金人啊，这个他自家的心跳过不定。娘娘做你的，你实力就是宋礼的学生子，那么宋礼的那皇帝门前叫人，实在才华人更实。所以侬来清代今日里下来，确实王家富饶三珍。那么
么你哪会得一代精神的下来，谁是要是俺样子一直登妹呢？白玉里个代理啊，王勇是，下面既是大勇士的门生，又要一岁登妹，谁有本？嘿，哎呀，娘娘千岁，天地良心啊！我对你上家一点点看法侪没得，因为说你要连牛三要看灯碰上一个大山头，拿出一双大脚鞋子，讲出一番闲话，我听子许许多多的闲话，引起子一连串的想法，所以我随随是要这样几句呢？我想虚头皇帝，那是心水毒呀，并非戏肉。哦，明白子。但后死了让阿子身啦，根子了皇帝身啦，侬我说了掐头子了。哎，王勇，是你可去想，谁是你这样的心水毒呀？吃里乱了丰收的书生呐！是啊，正因为这个，各位是要命主动起来对哎呀！哈，是你主动起来对哎。呀，听口几口别人娘娘不相信我是来对殴的，可是要说说清爽。下去对殴是谁？但是捉拿怪殴，两营破财，都动将不动啊！对殴是谁？顶多得落马口水手，捉拿怪殴也西山开啥头一个样，这个太背不起，你得法律吃得妥妥说。哎呀呀，娘娘千岁！我是了点点头，龙堂口的一百岁卡在里。再浪想起来，我想打听一下昨日的情况，不晓得口前许许多多读书人惊慌失措，四散奔逃。我一打听，方是晓得一条灯妹闯下大祸，可是不能够为之我千里上上许多富贵的人，故而我主动起来对，哎，对不出来对潘金神口口嘛，哎，我听你说的没明白。你是非子巨女很好之类，努力做哪归恶个哇？潘金人只觉得脑子里想嗡个一来，原本我想了皇帝皇后们是表表自家功劳的，不可将谁不里讲臭呀！哎，看上去真正是有得口的了。对潘金人眼睛对对，王勇是你主动起来对哎，难道你谁不怕儿子要将你？开对么？娘娘千岁，东北大户与我而起，开对喜值得开对呀！哎，想律师上起推升，后皇你这一家书生，对个，我们也非是后皇人，那个为我叫好事，不叫恶。但是一个人我都要真正怕怕。不能够为自家的身人而千里扶狗的人，我于心后人于理不容，这也不累的扶狗，我虽是死也该死。哈，母娘娘这个一声哈，是从心底里想发出来的称赞，这个读书人高手，真是服死。而且听你的闲话当中听得出，真娘送你大约是手讲。有口才，有分才，外加有道才，跟你大名噻，不知谁是也难是个样子的人才嘛。身气凌世。
谁个头也是奔佛胸中回泪，真子与鬼名能一世生。李是要道家话有4个字，这别个是薪水都要。我的希望乃是与狗而发，善意实意。他是你真正是这样样子的人，我不能欣赏道家话语，这个也有啥个关系？在眼睛是与人肯为你大明而出力，这个才是上帝之恩，大明之福啊！怎么啦？哎呀，我现在马上睡在皇帝家，皇帝啊，这个人不能杀个，非但不能杀，我为娘里做过。根本不来事，杀鸡们。你看现在这个皇帝呢，这张面孔贴贴白，连这个一口气还分冰冷。虽说他是怒冲冲，志气内平，平也当上来杀许神神，我就是秦勇。谁是我刚刚想喊个圣驾？通过圣驾可以对这个读书人进一步的勘察，同时让边浪向的人啊变异变异，再也就触动那皇帝。对，所以母娘娘想在给他们合拢3位几杆之地。啊，王勇是想你实话做事，实为太守，一家生死在山。那么我再问你，你熟悉的那次灯谜，这谜底究竟是什么？这个嘛，背对小小的呀，我当面哪识得出口呢？这个皇帝觉得奇怪，对娘娘妈妈还能哪讲的呀？俺是骂那个闲话，还归在你讲一遍呀？搿别人讲好处咋不听3遍呀？
你啥个路的？娘娘预计不带皇帝看，顶来这个王勇，王勇是。一家三分离呀！哎呀，我哪讲你？你第啥么子？独家王勇，这个4个字我还讲的。该字上没石头呀，当面说出来，把门口子放出去，1刀2头杀。那么哎呀，不讲。哎，我想过想来过来，还是讲不够讲啊！讲。哎呀，完了，喉咙3杯想嗨，可是也用不上。说本这谜底乃是他就完了。是，皇帝面孔喷上人一个，中档之内有哪个想不到呢？一口声音，而且呢，今日当时我皇帝的面，当时这样许多人的面敢讲出来，独家王位4个字，那真正对大包天呀！后谋上来又想讲一声，推出我们立这份罪，不能讲子，娘娘仔细吃口。好，大主王嘿是。那么你搜悉这4个字，可非谁是谁？我哦，这是要开娘娘亲手的这一双脚，真呀！究竟是他为是小大胆是，皇帝后啊，对你妈妈，你当我讲个呢？好刁啊！你啷讲啥？啊是母呢，不是母呢？也看看你娘娘自家的上家，意思蛮清爽。娘娘你看，你倘若是独家的，我分讲错；你倘若是小家的，那么我分让审你。哎呀，你的边边正正，其余里不错啊你。后谋上来也有想发作。娘娘有进吃水，让皇帝的水杯上下一打。因是皇帝啊，你别好娘。今朝个读书人的性命，总归来手一下。申请上只有再努力帮出去啥，会来得及了呀。而且今朝刚还与我来审，你别猜心噻。话也对个，今朝刚和内审内主公，我今朝配过啊。眼睛落后看一看对你妈妈，内审，那么今朝看内审，我死手也审。好，大主王嘿是。那么王勇手下那个4个字，啊对不对？我这个一上家，究竟是头是小？看上去今在其他办法是弄不清爽，也弄清爽这桩事体，这还来审一审我这个一上家子。好，那么今天一家谁来审一审这一双脚？沈家，嘿，沈家。我希望我的沈家的辰光，你都要各十几天共同对人。好得了，非得要沈家，为你举水发言发表意见呀！跟你哪个呢？皇帝也这个了，也自动你和皇大。哎，废水，你别急，你看我沈家的辰光，以大欺小，以小欺大，那大小之中啊，谁能带出真经？你要让发后人呢？大小当中带真经啊！我是听见别人讲书里带经，啥叫哪还带经噶？你非等我还算3过经。娘娘是雄于神族，杀神一定要神。时代改大，我全国3山一地，露出这一双天手独家。家老乡为这孩子20儿子，从小里打得来这个一双水花花子。众位爱卿，你们看呀！王勇他写的是对是差，一家这一双足，究竟是大是小？哎呦，谁不开口？那么我来点名。佩卿，平常你家乃是能言善辩，那么今天请你谁来讲讲？错得个美的呀！第一个是轮到我的，不人讲毛采取中队长们适宜的呀，开队的是唔起的呀，害我难讲。我摆过去个娘娘，你上家等我，等得摇花花，我唔不枉用个地对了。那么倘若摆过去讲娘娘，你上家写个写的一枚枚一滴滴一些些，
这个媳妇是我潘金人的高人之处。这个娘娘千岁，潘爱卿，那爱卿等你的为娃，你是，这个微臣那个不用害怕，你看当什么谁讲什么。是，我演的是实事求是，恨是龙须出口。是，微臣知道。到底潘金人两张眼睛多了2周了，嘿，你的已经注定，他做工的好头是少少脚，一到身体最近2步，眼睛接到盯了是娘娘的双脚，让人看，李夫人看，谁个心上够动，口子一些，对妹妹就抬起来。微臣启奏娘娘千岁。照微臣看来，你娘娘千岁嘴上分脚，怎样啊？一个字，好，好。哦哟，于大里讲，我吹个内地，你回答我，不回答我痛，还不回答我心，回答我一个字，汉。汉在哪里呀？哎呀，娘娘千岁，你这双脚是好的不能再好啊！你这双脚，这个好是好的嘞，是没得话说啊！娘娘千岁。娘娘呢，一双凤脚在腰上，四海之内福神昌，有房好金鼓腔，雍雍我归于金腔。果真是不让不多不多不少不苦不哈不胖不瘦，最比天下没去战。娘娘千岁，哎呀呀，照微臣看来，你娘娘千岁这双分脚真是天地之间，选不出这个第二双呐、对待起来对皇帝妈妈，因着皇帝啊，弄个2句话，还有士兵啊。听得个娘娘不得空下走起来了浪些，皇帝的好了浪些，不过是口舌。对不出来对皇帝口口皇帝呀、哪那种母仪之话，这个虽是来得意冲神的表演，你开心着哇？能以手臂，欲话欲调，不明玲珑，相对之操！没很，我今朝个目的，虽是要让你口听上一个人，母娘娘的目光，别，送礼来了，一口不灵，心上红着。哎呀，真这个后头叫我哪讲法子呢？啥个？一周年头，36计最为上得，20让我出送。老大人，您这时候上哪儿去呀？哦，搞他个睡。哟，哎，看来您得憋一会儿了。别，娘娘千岁得问你话呢。是啊，大有事，请你来讲吧。这奴婢也要听听你老大人的高见呐。阴阳怪气，这不是个么事。办不脱是吧？办不脱这讲跟哪讲法子呢？这个讲不出么，让我来唱他2声子我。我也不不服龙，
也那么吃的心头别别是够强。娘娘她不胜王戎心深重，也定后路为日娘，将我许后对大家当山，你这个哪讲法子呀？石头哦，没这个的胆量。说是呀，我哪说得出口呢？这，预料啊！娘娘啊，老臣是你们俩老许了，来一婚花芙蓉了，这欲望把茫茫金不一头早岂能还之哈啦哎呀娘娘，老臣哦，你买了老许了老一婚花，看不清了嘛！皇帝想哪张的？来了，你一定不是眼光，跟这么光接下来是偷偷不得引经据典。真正的啥个路的？进家头，让你吃单子。呼哟！皇帝呀，俺是恁阿哥上去比个啥？你哪会得比？因为是恁先比。这个几年来，恁比得了是忠义儿举荐实非，阿谀奉承恁他全部站在谁手，而且那个一批得意个冲人，一进来拉攻击来了，十里光，十里暗，十里伊拉马来啦的，所以逼得个大钥匙，就真爱我不敢讲，该爱我与不有事。皇帝呀，你这还张讲，张眼，张糊涂啊！哦，有这样内容。这不比个他给领不清。万岁爷，你看这个老宋脸是不是越会儿越精了？皇令，轮到你了。是啊，老许又想听听公公的高见呀。有时靠龙个咋会得快？这个娘娘强嘴，奴婢怕说不好。一家早睡相公，你看到什么谁讲什么？真的？好，那既然如此，奴婢就大胆。奴婢我就豁出去了，奴婢我就实话实说了吧。照奴婢看来，你娘娘千岁这上分脚。怎样啊？小，小，当真当真小，果然小，小，还是小的奴婢都看不到了。那个眼睛没病的，看来是先比他好玩。那是啊，奴婢打小就听我爷爷听我爹说过呢。他们说女人好不好，不看脸面，先看脚，脚小人就好，人好脚就小，那个脚就小。你来个子，我操，为你夸背了呀！哦哟，娘娘千岁，奴婢说的可都是真的呀。娘娘千岁，你一上军礼太了点娘娘你这辈遇佛家，这身遇佛啊，恰是那3月大火
分为家。身体上可以披皮肤，扎心里能够结结巴，经过后来是花容娘。如往事忆里是什么娘娘呢？这一步来呀谁呀？娘奴平定三公仙女了老云里。娘娘千岁，人家都说这女人们是三寸金莲，可照奴婢看来，你娘娘千岁这双凤脚也不过是那个什么2寸多一点点啊！听得个母娘娘啊，不是么哈哈大笑，听得个织女长哩哩对呀，听得个潘金神嗤之以鼻，听得个兄弟乐乐实是后妈妈，听得个网友忘记他自家吃惊，扬声大笑，哎！网友，你笑什么？是啊，我想大明朝的王宫之中，想不到已出了指鹿为马之事。大胆！古人讲，是是非非谓之知，非是是非谓之女。所以是讲是，所以是非，所以是非。这样做事体讲闲话叫聪明，难拿事实人工非，拿非实人工是。这样讲闲话办事体叫愚昧。我们夺得圣意之书，当真圣意之道，理当是是非非，而不应非是是非。哇！一家为之想，是是非非乃立国之本，非是是非乃后国之牛。王勇，是你既然想此大理，那么今天你与当所非所谓，当若大家之命，与我将功请从。像一家这一双足，几经四大，是希望。说个娘娘千岁的这一双足，乃是大火龙山如不响，却是十地雨声，好比晴空啪啦一个霹雳打了所有人头上向。皇帝这面孔是发亮的，王勇，你好大胆！王勇毫无惊慌之色。废岁，娘娘千岁已到，是是非非乃十国之本，非是是非乃后国之牛。谁要命其人背道而驰？既然是是非非而不牛，非是是非与此结背，小虽是小，大虽是大。没好。我自个这对劲硬要叫那种人我得打你份棒上个怎么的呀？不过皇帝追你的那王勇够了，我皇帝们你讲谁讲一废话？哼，我服听呢。娘娘唯一不敢，唯要在后廊下再添一所语。王勇是，想你乃是一将书生，你说话做事毫不介意，难道你虽不怕一家将你粉碎吗？娘娘千岁。正因为我是一家书生，夺圣意之书，应当通道明理。我是讲讲法，小而易之，为的是实话实说，日新风味；大而易之，为的乃是大明江山序。江下去，娘娘千岁。是非非，大分。
我跟谁去手都想，想我是为谁？为让他一女抽插棒棒光，本则是就小就大女小事，时而是非是是非理不当虚，一扎雄狗是为红国家的帮，向他们击打一下必须只下一道红心，上说如此风人，此事长君子有见人长，可不必到路上。当想当年是王生心定了，上高手就太猖狂，他只为马赛绕荡，心儿是是非，不必是太慌。当我打回来，只因红旗么会很实，得名心上一对。放我这真是谁出知否当口急，我们回来人牢牢记住，当我想我是身体一沉，一几句为的是民和不是非长那怕得罪民，红举心里伤，我知我不义我不仁，一头为愧称心伤。说是皇帝犯的是光傲症，不能王打一废我一讲了，三个一贴松头的牙，皇帝吃子我去一声后，一吃了为之一阵么非如心哦，欲对手不知动量。皇帝啊，你这样子手无实事，不是为自家，而是为你整个大明江山受罪呀！告诉呀，我不晓得的，这样有可能比我胃口人家子身家，是我没让子这样一个难得的人才呀。你总是明白着。王哟，小明噻，你口之小，寡人为将你随后出战。既然来得这样子搞生死置之动啊，天平非水发落。好，明日寡人将你真的奉我好。格来想不得，非得不分散啊，好为要真的奉过，出乎意料之外么？王勇的人会等眼瞪瞪呀。王爷可么实在是个许多的意外，那会眼瞪瞪呢？哎，王勇是想废水谁此水为啥个？非得不知那个谁，为要为其送神，你为不快快看在身上？是，小民可以在废水，大恩大德，随娘娘大圣大义。王勇是大，你总放不了一个大字。哎呀，这你再要讲大，寡人要将你对镜大海为大。废水，你讲大了。你要讲肚子话。
大，我偏讲大，我这个大明朝的大皇帝，唯有靠你大举王位来家大内的。总批到此结束。谢谢大哥。呀，三分你呀！哎呀，我哪讲你？你第啥么子？独家王语，这个4个字我还讲的。该字上没石头呀，当面说出来，把门口子放出去，一刀两头杀。干嘛也不讲？哎，我想过想来过来，还是讲不够讲啊？讲！哎呀，完了，喉咙3杯想嗨，可是也用不上。说本这谜底乃是大就完了。是。皇帝面孔喷上人一个，中档之内有哪个想不到呢？一口声人，而且呢，今日当时我皇帝的面，当时这样许多人的面敢讲出来，独家王位4个字，那真正对大包天呀！后谋上来又想讲一声，推出我们立这份再不能讲子，娘娘请细出口。好，大主王嘿是。那么你松西这4个字，空非谁是谁？我么？哦，就是要看娘娘亲率的这一双脚。怎样？究竟是他为是小大胆？是。皇帝后啊，对你妈妈，你当我讲个呢？好刁啊！你啷讲啥？啊是我呢，不是我呢？也看看你娘娘自家的上脚。意思蛮清爽，娘娘你看，你倘若是独家的，我分讲错；你倘若是小家的，那么我分让生你。哎呀，你的边边正正，其余里不错啊你。后谋上来也有想发作。娘娘有进吃水，让皇帝的水杯上下一打。因说皇帝啊，你别好娘，今朝个读书人的性命，总归来受一下。申请上至于再努力帮出去啥，会来得及了呀。儿子今在刚还与我来生，来别猜心噻。话也对过，今朝刚好男生男主公，我今朝配过啊。眼睛落后看一看对你妈妈，男生，那么今朝看男生，我死手也生。好，大主王嘿是。那么王用手下那个4个字，对不对？我这个一上家，究竟是头是小，看上去今在其他办法是弄不清爽，也弄清爽这桩事体，这还来审一审我这个一上家子。好，那么今天讲，谁来审一审这一双脚？沈家，嘿，沈家。我希望我的沈家的辰光，你都要各司其职，共同对人。好得了，非得要沈家，为了你据岁发言发表意见呀，跟你哪个呢？皇帝也这个了，也自动你很慌的。哎，废水，你别急，你看我沈家的辰光，以大欺小，以小欺大，那大小之中啊，谁能带出真正？你要让发后人呢？大小当中带真经啊！我只听见别人讲疏离带经，啥叫哪还带经噶？你非等我还算三过经。娘娘是雄于神族，杀生一定要生。是的，给的，我全国三山一地，露出这一双天手独家。家朗向为这孩子2个儿子，从小屋里打得来这个一双水花花子。非但不能杀，我为娘儿做过。根本不来事。杀鸡们，你看现在这个皇帝呢，这张面孔贴贴白，连这个一口气还分冰冷。虽说他是怒冲冲，日气内冰，冰也当上来杀虚神神，我啊就是秦勇。
今日里封口内后雷声脚，一看一看那大钥匙，试一试那破风烟，听一听万用手，对得最后缘，也这个风啊立刻比分。就是我刚刚想喊个圣驾，通过圣驾可以对这个读书人进一步的勘察，同时让边浪向的人啊变异变异，再也就触动那皇帝。对，所以母娘娘想在给他们合拢三位几家之地。啊，王勇是想你实话做事，实说太守，一家生死在山。那么我再问你，你手写的那次灯谜，这谜底究竟是什么？这个嘛，背对小小的呀，我当面哪识得出口呢？这个皇帝觉得奇怪，对娘娘妈妈那哪张的啊？是骂那个闲话，还归在你讲一遍啊？搿本人讲好处咋不听三遍呀？你烧个卤的？娘娘语气不对皇帝看，顶来这个王勇，王勇是一见呐啊，齐飞门生，后来恩师你。斗面子，也是的。我不是你学生子，哪叫你恩师都不认个呢？别活了，本人要叫我师多对，我实头一点，到头到那个哇。这个读书人家看上去10句话分学会的嘞，对不出来对潘金生口。哎，万一你都是师弟兄啊，你老早晓得个这话。潘金生是这个，每朝斗名到头呀，说得关照你反讲，你哪会不当事招的呢？唉，不过今朝东家门门的让问王勇，今朝生日让生我潘金生啊，这个他自家的心跳过不定。娘娘做你的。你实力就是送礼的学生子，那么送礼了让皇帝门前叫人，是你才华人更实，所以侬来清代今日里下来，确实皇家富寿三珍。那么你哪会得一代今日里下来，谁想是俺样子一只灯妹呢？背于这个道理啊，王勇是，想你既是大御史的门生。又要一岁登门，谁有本？嘿！哎呀，娘才说，天地良心啊！我对你上家滴看法才明白，因为说你要里牛小口等碰上一个大山头，拿出一双大脚鞋子，讲出一番闲话，我听至许多的闲话，引起自一连串的想法，所以我随手想这样几句呢。我想试透皇帝，那是心水毒呀，并非戏肉。哦，明白着。但后死了让阿子身上，根子了皇帝身上，侬我说了掐位子了。哎，王勇，是你可气想，谁是你这样的心水毒呀？吃里乱了佛手的书生呐？是啊，正因为这个。各位是要命主动起来对，哎
呀！哈，是你吹东西来的呀，听看几口别人娘娘不相信我是来对殴的。搿是要说说清爽。小姐，对殴是谁？达是捉拿拐殴，两刑判裁，大同讲不同啊。对殴是谁？顶多得落马口水数，捉拿拐殴也西山开石头一个样。这个太背不起，你得法律吃得妥妥说。哎呀呀，娘娘千岁！我是点点头，龙堂口的一杯水卡在里。早浪向起来，我想打听一下昨日的情况，不晓得口气许许多多读书人惊慌失措，四散奔逃。我一打听，方是晓得一条灯眉闯下大祸，可是不能够为之我千里上许多富国的人，故而我主动前来对，对不出来对潘金城口口嘛，我听你说的蛮明白。乃是非子军人很好之类，努力捉拿归恶个哇！潘金城只觉得脑子里想嗡个一来，原本我想了皇帝皇后们是表表自家功劳的，不可将谁不里讲臭呀！哎呀，看上去真正是有得口个了。对潘金城眼睛对对，王勇是你追东西来对难道你谁不怕哀家将你？开对么？娘娘千岁，东门大户与我而起，开对亦值得开对呀！想吕西上气推升，后皇你这一家谁生？对个，我们也非是后皇人，那各位我叫好戏，不叫恶。但是一个人我都要真正怕怕。不能够为自家的身人而千里扶狗的人，我于心后人于理不容，这也不累着扶狗，我虽是死也该死。哈，母娘娘这个一声哈，是从心底里想发出来的称赞。这个读书人高手，真是服死。而且听你的闲话当中听得出，真娘送你大约是苏刚。有口才，有分才，外加有道才，跟你大名上，不知谁是也难是个样子的人才嘛。身气凌身。真是
李生，李生要大家话有4个字，这边都是心水都要。我但希望你是与狗而发，善意实意。他是你真正是这个样子的人，我不能欣赏大家话语，这个也有啥个关系？在眼睛是与人肯为你大明而出来，这个才是上帝之恩，大明之福啊！怎么啦？哎呀，我现在马上睡在皇帝家。皇帝啊，这个人不能啥个。母娘娘也亲生王勇的子女长勉强答应，这是娘娘的脾气，来历丰盈，失身锐身，把罗大生呢离后仔们赋予一个偏地了。现在辰光没挨着，你想对得登做辉煌。当中皇帝皇位手下，两旁边公务他给来得了叫再再细细，内当中的孙俪潘金人来得了是毕恭毕敬。皇帝这面孔是撇撇白，不出来嘛，定然是娘娘的浪口。对你妈妈这个有啥身段呢？啊，等待侬犯人喊上来呢，门里搿张妹妹子也是那些啊。倘若你为大讲自家用不上第2句闲话，推出去，上母娘娘是凶于神作，来的是今在圣王用自家，爷娘呢皇帝亲信是真，通过这一桩事体，也哈哈且冲冲的皇帝，娘呢可以男子轻杀轻杀。今朝再节日大约是顺利，这个一只还到皇宫里发起啥个事体？旁边的和尚子潘金人一打听方氏晓得，一定要等妹闯下大祸，不出自家手里。搿点等妹实在是自家最欢喜的学生子王勇所想。哎呀，看上去真叫事体太易。搿么呢，凭自家的劳命，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报上一报。他给王朗喊一声：“啥？万岁有旨，把人犯押上殿来啦！走走，哗啦啦啦啦啦，清查查啦！孙大云义不理解呢，心情深重是太不爱。想不到我一点都没唱上岸头一个好，看上去织女长这个人，心底下只水多多啦，根本不像先生新郎相是不是呀？是一位玉大明君，看上去今朝我凶多吉少。唉，事体到这个地步，随便吧。上来2个侍卫猛整的几个郎相，一打么黑一声：“皇上皇后在上，还不快跪下！”是，哦，擦啦！哦哟，娘娘一看不得了，阿上来这个犯人浑身隐居，来，啥？将他的隐居使去。上，追过来里头吹一吹他，忙真不必，擦啦！呼哟，下跪者，心生名罪。小名姓王，名勇，哪里生事？浙东浦江。浙东浦江，王勇。哎呀，这个名字少口。我听宋礼了那皇帝门前提起些个个问。浙东浦江王勇是。那么你可非谁是大有是宋礼的门生么？别，说起要一顿。师兄再三交代个，万一进宫随身，千万不能够暴露得先生师兄搿个一层关系，说起只怕要千里里多。咁呢，少让我撇清。咁么王勇啊，你想一想了再说呢？哎呀，平常一片小心海关的许多人呀，但是不假思索，脱口而出。哎呀，娘娘千岁，小民并不是恩师大人的门生。